行走期间，爬坡上看，楼在山顶，街道在楼顶的景象比比皆是。市区中还有令导航都崩溃的立交桥和街道，夜景如童话世界的洪崖洞，还有从楼中穿过的城市轻轨。独特的地形造就了重庆与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魅力，也让无数的外地人着了这8地城市的魔。如果说渝中区是重庆的核心，那渝中区的核心就一定是解放碑步行街。位于渝中半岛中部的解放碑步行街是当今中国10大商业步行街之一。以解放碑商圈为中心的渝中地区，仅2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就超过60栋，超过100米的高层建筑有100多栋，这里是全国高楼密度最大的地方。行走在步行街之中，除了川流不息的人群，四周高耸如云的高楼一定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。配合着山城的独特地形，让这里的城市景观成为了重庆市的一大标志之一。然而，在重庆，除了崎岖的山地，它的另一大特点却很少有人提及。两江环绕的重庆城，还是我们国家桥梁最多的桥都。据统计，重庆市内的各类桥梁已经超过1万座，仅重庆市区的跨江桥梁就有近70多座。不管是长江还是嘉陵江，沿着市区的河段，随处可见跨江而过的桥梁。事实上，重庆市区在山川和水域的分割下，城市之间各板块的交流其实并不太通畅。然而，这数量众多的桥梁就是打破这一局限的最好方式。今天的重庆已经是我们国家西部最大的城市之一，同时也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。未来的重庆是否有机会位列我们国家1线城市之列呢？我们将拭目以待。